你過去嘅收租經驗係你積累咗嘅獨特優勢。你對資產同風險有深入理解，親身經歷鋪位租唔出、樓價急跌，明白穩定收入都可以突然消失。你同客戶講保障嘅重要性，說服力特別強。你識得同生意人打交道，過去同租客傾合約、講價錢，已經熟習點樣同老闆、中產人士溝通。保險嘅目標客戶正正就係呢班有經濟能力嘅人。你時間有彈性，又一向自律，可以完美過渡到保險嘅工作模式。你嘅人經歷同穩重形象令人覺得可靠，客戶會願意同你傾長遠嘅財富安排。轉行需要幾個適應，由被動收入轉為主動創造收入，要主動揾客，習慣打電話、約見面，擴闊人脈。收入模式由穩定變浮動，要適應頭幾個月可能冇收入。你亦要由頭學起保險產品嘅條款同法規，持續進修。總括而言，你對風險嘅深刻理解，同老闆及客戶溝通嘅能力，同穩重形象都係你嘅優勢。只要適應揾客模式，同肯勤力學習，成為一個保險顧問無難。